好似呢種自己遇見自己嘅視頻係點樣拍攝出嚟嘅呢？3秒鐘教識你，固定好機位，先拍一段人物向右邊行上去，並且假裝望向另一邊嘅視頻，手機保持唔喐，人物快速咁放低個背囊，並且着翻件衫行向左邊，輕鬆咁行落嚟望向右邊嘅視頻，翻落嚟點暫停，跟住我哋一齊去睇剪輯，點新影片，將拍低嘅視頻新增上去，第一時間關閉原聲音，長闊比例點9:16，點打勾。我哋要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人開始行嘅時候，咁我哋將前面多餘嗰部分刪除咗佢，再一路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人一直行到上去上邊，點中視頻條，點線性。咁而家未好刪除，咁繼續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另一個人物，呢個人物開始行落嚟嘅時候，咁我哋點線性，將中間嗰部分刪除。繼續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人行到落嚟下邊呢度咁上下，點中視頻條，點線性，將後邊多餘嘅刪除。兩條視頻呢變一變速，點呢個速度，點正常，將佢變速到0.5。兩段視頻都一樣，變速到0.5，點呢個打勾。返回喺下邊工具欄揾呢個切入畫中畫，即係重疊。咁跟住撳住條視頻，將佢拖到向前面。推到兩段視頻要對齊嘅，再喺下邊工具欄揾點遮罩轉場，點水平線，再點多次水平線，點呢個旋轉，將佢旋轉到-90度，點呢個羽毛，拉少少羽毛10以內到啦，點呢個小三角，再點打勾，跟住我哋滑動嘅視頻，睇下兩個個眼神有冇對齊咗，兩個個眼神對齊咗。睇埋兩段視頻有冇對齊，如果對唔齊呢，我哋要對翻齊佢，將佢推向少少，咁兩段視頻對齊，返回再返回，點音樂，點截取，將我準備好嘅音樂截取出嚟，截取，點一點嘅音量，將佢放翻大聲啲，推向最大聲，點打勾，再返回，點文字，自動歌詞，將呢個音樂翻譯出嚟，再點雙語字幕。再點呢個雙語字幕，再點翻譯，我哋推向上少少，咁點字形，咁我點呢個剪影詠梅，再點樣式，將佢變成黃色顯眼啲，啲字稍微推低少少，行英文呢都推上少少，都俾翻個顏色佢，會顯眼啲。返回點濾鏡，點清晰錄言，將個數值推到50。再點打勾，咁成段視頻已經做好咗咯。我哋點小三角1080p 唔理佢，點畫面速率拉滿，編碼速率拉滿，點回出。我哋一齊去睇下個效果係點樣先。感恩遇見，所有的重逢都只為圓一個圓。只要緣分在，相遇就不晚。你等我，那麼我來。有時會想，這季季流年，每日裡都在忙碌着。